现在是8月12号的晚上8点半，后天呢咱们就回去了。今天这件事情就是最后一次在这个长安路了，在这边呢待了是3个半月，100多天了。明天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清走，沙发是房东的，然后呢桌子已经搬走了，明天把这全部收拾。厨房也是差不多了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搬完之后，一下子感觉通了不少。就是收拾家里衣服，地面的话已经拖了好几遍了，很干净了。上个月的电费加上这10几天的电费，算出来了啊，咱们之前的那个押金1000块钱没了啊，咱们还要再补270块钱，上个月的780加上这个月的270。当然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住短短的3个月，但是好像自己已经融入了这里生活氛围。马上回去和兄弟们团聚了，也不知道大家想看什么样的题材啊，可以在这个评论中留言啊，不管是整蛊的也好，或者做吃的也好，整活也好啊，回去的时候一一的安排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上一期我们吃羊头的那个视频，有几个董哥啊，就是说什么打广告啊，做广告，其实我1毛钱没收到，是怎么能打广告呢？无非就是在这里碰到老乡了，在这开了个店。人家也乐意让我去吃，对吧？咱们也乐意拍一个这样的视频，何乐而不为呢，对吧？要说打广告的话，也上打广告，只不过呢没广告费。再说了，你看啥样的饭店会请咱这种小 UP 去做广告？我也想接，接不到。估计等到下一次再来长安的时候，咱们应该挑个时间来了，就不能大热天过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一期呢是在长安最后一期了，马上要回去了，大家想看什么内容尽管留言，那么咱们下期再见。吹呀吹，讓這風吹得眼流淚，亮冰的眼淚。吹呀吹，讓這風吹，愛傷痛都帶走。風裏是誰？吹呀吹。走，遠方裏是誰？